南投县政府开课来推广着客家文化，邀请到国宝级的老师来教灯花，让这个传统的灯花更加现代化。 为了维护传统艺术社团，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办理客语服务的计划，借这个课程，让大家熟悉客家文化。这摆开设的春仔花班，用简单的材料，让学生动手做，为活动内底了解客家文化。以年轻人来讲的话，是比较不认识跟不了解的哈。那通常都是使用在就是供桌上。 这摆邀请到春仔花国宝施丽梅老师来教大家做这个艺术，用传统艺术做囡仔教野花草。如果让它落寞的话，我是发觉，就是很可惜。客语服务计划开设真侪课，亲像做客家料理班、编竹仔班，欢迎兴趣的民众会当伫咧文化局网站查，邀请大家做伙来熟悉客家文化水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